过去一礼拜，美国有要90个人伫咧冬季风暴当中寒死，2/3的土地拢陷伫咧风势当中。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来初选，副州州长德桑提斯宣布退选，改支持前总统川普。菲律宾上普遍的大众交通工具吉普尼，因为乌烟到政府要禁，业者就抗议讲影响到营业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云南交通市镇乡关凉水村今日透早5:51分山，计共是有18户47个人风台伫咧涂骹底，至少已经8个人过身。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云南凉水村崩山至少有8个人死亡。目前当地是零下4度，而且还搁在落雪，真歹救人。失踪的居民包含真侪老大人，搁有休假伫咧厝的囡仔。当地是赶紧疏散500多人，出动800几个警消甲搜救犬，在咧拼死救人。寒流来啊！咱的气象署是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即中部以北可能会到6度以下。台北的阳明山、大屯山、七彩山，即海拔超过1000公尺的所在，拢有可能会落雪。所以讲，对今日日开始，就已经有真侪游客上山等要看雪，甚至拢已经准备好雪，要伫咧车内过暝。阿嬷牵孙仔两人准备好要带伫车内，已经铺好棉罩被甲枕头，也有真侪细手啊，伊抬一暝了后，因看到落雪。想要住在这里？对啊。是你说你想来的吗？婆婆带我的。就是在这边睡。如果今天凌晨有机会的话，是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明天再等一下。日当上阳寒流报道，阳山拢有机会落雪，规工陆续游客上山探路。早上就先搭公车上来看一看，然后下午想说，有没有车位啊？哪边比较适合停车，再上来。店头也准备好真侪手笼、帽啊，也有暖包加烧烫烫的食面，要来趁钱。因为这2天游客上山要足雪，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维护山区交通安全甲顺利。若拄着落雪，或者是落结冰，会看进行分阶段交通管制。车驶甲管制点拢爱加挂雪链。一直到礼拜3的这段期间，各地的天气都算是相当的寒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的工作，并且做好这个保暖的一个措施。那再来就是说到明天白天以前，这个华南水汽是比较偏多的。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拜一、拜二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还有金门拢6度以下，或者是继续10度左右的低温。南投到高雄也拢10度以下低温的机会。有寒流，还有华南云雨区山接适应后体感温度更较低，一定要穿好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6度就寒甲死阵，北美洲甲欧洲因为冬季风暴是降到零下20-30度，搁较惊人。过去一礼拜，美国就要90个人寒死，2/3的土地拢陷伫咧霜风暴雪当中。所以讲，家户户拢咧用烘炉，用电量就破纪录。也若是欧洲除了低温，伊莎风暴搁带强风大雨，爱尔兰的都柏林机场900个航班取消。见到周围堆满强要一个人悬的雪，拢是好清除了后，暂时藏出一堆积雪。受到极地寒流影响，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密西根市落大雪，积雪量达到将近90公分，和市府宣布近日落雪紧急状态。民众为着堵雪，几日工无法度困得好。It's everywhere. People are blocked in. Can I say crazy, but with the capitals? Yeah, I've been out 3 days with no sleep. 美国2/3的国土出现极寒的气候，一直落大雪、透强风，和家庭甲企业用作取暖的电量，创下历史新高，还有数万人无电通用。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有真侪水管互冻甲闭开，造成差不多40万人爱煮水才有水通啉。各州群嘛陆续传出寒死也是相关事故的死亡案例，其中死亡的人数是田纳西州至少25个人，俄勒冈州至少16个人上济。低温后，墨西哥湾沿海地区，为德州东部、加路易斯安那、到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地区，加佛州、乔治亚州的部分地区，拢发布严寒警报。密西西比州的气温受到强风影响，可以降到零下27度。如果极冻的天气会继续到20时为止。
极端气候影响的，阁有互伊莎风暴侵袭的欧洲，其中岛屿国家爱尔兰头一个受影响，因为强风暴雨，当地都柏林机场21个航班大乱，那停飞148个航班，阁有27个航班无法度降落，35个航班改去其他机场降落。英国嘛受到风暴影响，到伦敦到约克机场的航班，透风雨平安降落的时阵，引起乘客欢呼。当地气象局警告，伊莎风暴伫英国真济地区的风速上悬达到时速99英里，接近160公里，创下过去10冬到20冬来的上强风速。包括苏格兰、北爱尔兰真济地区拢发布强风黄色预警，不过进一步影响航空、铁轨路甲道路的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因为党内政治现金的买代，暗算要解散岸田派救声势。这阵民调支持率是罕见升悬5%，是去年8月以来头一届支持率升悬。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极韩流扫朝鲜半岛，首年发布韩流警报，预估23威力上强，可能会出现零下40度。英国《Times》报道，一个罗西亚军的家后，伫咧总统普京的竞选总部外口抗议，要求紧互因翁转来离开战场。这款反战示威最近是愈来愈多。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色列的军队伫咧加沙南部大城干尤尼斯托卡底发现一条1公里长的通道，这内底是有一间房间，可能捌关过20几个以色列的人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科学家伫咧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外海，大约3000公尺深的海底，发现4种从来无看过新品种塔壳。美国伫咧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顶礼拜六是去互武装分子射飞弹甲火箭攻击，这武装分子背后是有伊朗在甲小天。美国就讲这是真严重的威胁。另外，以色列除了继续轰炸加沙，嘛咧帮叙利亚甲黎巴嫩，这中东的战火是愈加愈严重。伊拉克高级陆军指挥官2日视察西部的阿萨德军事基地，因为前一天美国甲联军就伫遮互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以12粒弹道飞弹甲火箭攻击。一个无愿意讲名的伊拉克警官讲，有4粒去互防空系统拍落，其中8粒击到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轻伤，一个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重伤。白宫表示，美国对这件代志正严肃地看待，使用弹道飞弹比较早技术的火箭甲无人机的攻击更较严重，而且有威胁。أكدنا بأنه لضباطنا وكذلك المقاتلين المراتب أن يكون في وعي تام وحرص تام وكذلك الاستعداد قتالي جاهز 24 ساعة. 一个甲你讲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召集讲，这个攻击是因发动的。根据美国近东研究所表示，这个组织伫2020年底出现，是由甲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组成的联名，目的是伫咧报复美国伫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一直伫挺以色列。حقيقة خلال الزيارة وجدنا ما يسرنا من خلال حديث السيد قائد القوى الجوية مع المنتسبين ومع المراتب اللي التقينا بهم سواء منتسبي القوى الجوية أو منتسبي القوات البرية كان هنالك تعاون وثيق وكان هنالك تنسيق عالي للتهيؤ لإداء واجباتهم وصد أي لا سمح الله تصرف معادي تجاه。另外，中东的战火有持续的迹象。第20，伊朗指责伊军空袭叙利亚大马士革，造成5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佮放调讲要报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嘛讲，以色列伫同一天嘛对因发动攻击，造成一个真主党成员被杀害。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来初选，这声势上介好的，除了前总统 Trump， 还有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甲争取联合国的大赛海里。不过，这阵德桑提斯是真数人意外宣布退选，改支持前总统 Trump。目前初选结果已经出来，爱荷华州是 Trump 的51%大赢。CNN 伫咧新罕布夏州做的三卡都民调，嘛是 Trump 的50%大赢海里的39%。这阵德桑提斯阁宣布退出，改支持 Trump， 这海里甲 Trump 的差距恐惊是愈游愈远。不过海里嘛是已经讲明啊，落尾若是 Trump 代表共和党出来选，伊是袂做伊的副手。
不过，咱若换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讲 Trump 目前党内声势真好，不过2月开始就有一堆官司要开庭，到时阵敢有法度顺利参选，也有变数。在连续几啊个月支持度一直无起来，美国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一一宣布结束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全党党支持前总统川普。I signed a pledge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and I will honor that pledge. He has my endorsement because we can't go back to the old Republican guard of yesteryear, a repackaged form of warmed-over corporatism that Nikki Haley represents. 今日排伫爱荷华州第一场初选，川普51趴支持率得到胜利。德桑提斯虽然排伫第二，不过只得到21趴支持率。因为新罕布夏州民调，德桑提斯支持率只有28趴，比川普的56趴差真多，甚至比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36趴也无较差，可以决定提选。Suffolk just came out, Boston Globe. And they say we're very far ahead, like by many points. So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need that. And the main thing is we're going to all work together and we're going to defeat the wor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75岁德桑提斯8做过海军军官，被看作是有益的明日之星。伊得到川普支持，在2018年当选佛州州长，了后甲川普保持距离，搁伫教育、移民甲 LGBTQ 的问题顶悬采取激进立场，遭受批评。早退选的消息，德桑提斯支持者大部分表示震惊，甚至有人认为川普拢无法度团结政党，要如何团结国家？虽然过去无候选人，在赢2个州了后，输了初选，按过党内唯一竞争者海利有关强调，即幕初选只剩1位男士甲1位女士，呼吁选民支持上战的女性。This comes down to what do you want? Do you want more of the same, or do you want something new?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rove to you that you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But for now, I'll leave you with this. May the best one win. 公司新闻电话前朋友。开超过2亿美金的印度教罗摩神庙，今日盛大启用。不过，这间庙是起伫一块争议地区，印度教甲伊斯兰教已经争这块土地几10年啊。即阵反对派就骂总理莫迪是为着有选票才会起这间庙。因传统乐器有人跳舞，有人大声欢来庆祝。印度北方邦古城阿约提亚，互印度教看作是罗摩神诞生的宗教圣地。拄起好的罗摩神庙，伫2日举办开工典礼，估计超过1万名印度教徒同齐雕像。यहाँ आए इसलिए क्योंकि भूमि पूजन के हम साक्षी होने के नाते 3 साल पूरे देश को अयोध्या जी का आमंत्रण दिया हमने। अयोध्या जी के लिए हमने तन मन धन होकर समर्पित हो गए जीवन को। 罗摩神庙的启用，互看作是印度总理莫迪竞选活动的开始。要为今年4到5月举行的国会大选吹票，已经执政10年的莫迪，任内大动作提悬印度教地位，开超过2亿美金起神庙，加重印度教甲伊斯兰教的冲突。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Modi was driven by marking his permanency in history. He has ensured this with the Ram Temple. 1992年阿约提亚爆发严重宗教冲突，自从16世纪就起的巴布里清真寺，和印度教徒强行拆掉，暴力冲突拖甲全国，造成约2000人死亡，大多数拢是穆斯林。后来穆斯林团体展开数十年诉讼，争夺土地。印度最高法院决定2019年将清真寺原地址判予印度教起神庙，这个举动互看作是有政治意图。There is a fear that this government and all the affiliates, they want to wipe out all traces of Muslim or Islamic civilization from the country. 路透社指出，莫迪想要将印度为世俗的民主政体向印度教国家推进，近来有2亿穆斯林人口互压迫。那即摆开工典礼，唔但互反对派政党抵制，部分印度教领袖也拒绝出席，因认为莫迪并不是宗教领袖，无资格主持宗教仪式。公司新闻牛甲编译。咱来看边仔，即个画甲5花杂色的吉普尼车，是菲律宾上界普遍的大众交通工具，街头巷尾逐位都看得到。这是当地人利用二战了后美军留落来吉普车改装的。伊亲像公车同款走固定的路线，毋过无车牌啊，随时会手，随时拢会当上车。毋若是观光客，连当地民众嘛定定咧坐。毋过这款车是食柴油的，所以讲乌烟真严重。而且乘客随时就车落车，嘛造成市区塞车。
就讲政府其实早就想要改废掉啊，无就是要求业者爱换做较无污烟的车。不过这是引起运将抗议，讲安尼影响到营探者，要买新车嘛买袂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街路拢是抗议人甲由吉普尼组成车队。最近吉普尼司机甲业者行起街路，反对政府对老旧吉普尼的淘汰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1月底进前要加入新的合作社，购买新车。因认为安尼根本是贪污钱维持生活，希望政府能延后宽限期。Napakadami namin na magugutom pag natuloy yung phase out na yan hanggang January 31. Kaya nga lumalaban po kami. Yan, hanggang ngayon lumalaban pa din po kami. Sa ganun, baka naman pakinggan po kami ng ating administrasyon. 整塔国火车车吉普尼是菲律宾正普遍的大众交通工具。为自战了后，美军留来吉普车改装的，不只有固定路线，用随叫随停，而且票价阁正俗。不过老旧的柴油车改装的吉普尼，常常排乌烟，被认为是空污加氧化碳来源。为改善空污问题，自2017年菲律宾政府决定淘汰车龄50年以上的吉普尼，改由进口迷你巴士来取代。在菲律宾政府上新的计划之下，合作社业者会提到迷你巴士车队的特许经营权。迷你巴士车每台要43000美金，合作社会付1天6美金的薪水，互交出传统吉普尼改驶迷你巴士的司机。希望提悬吉普尼司机配合油品，不过反对司机认为加入合作社改驶迷你巴士根本是限制另外一种制度规矩。Kasi pag pinalitan ko po yun, tulad ng mga modernized jeep ngayon, sobra mahal. Magkakautang pa ako ng gayong kamahal, gayong kalaki. Samantala ako may jeep na patapos ng bayaran. Ibig sabihin mo, wala na ako ng utang tapos ngayon, eto na naman. 有司机表示，驶吉普尼的收入差不多600到700比索，那加入合作社，每天要赚到7000比索，才符合合作社要求，而且要遵守固定的工作时间，无法度自由决定一天要驶偌久就驶偌久。菲律宾交通局表示，全国已经有77派注册吉普尼加入合作社，超过去年12月31日登记截止日期的司机，应继续营运到今年1月底。不过过1月30日，恐惊难逃失业的命运。公视新闻江文报道。法国总有15万人行街路要阻止新移民法，因为这新法案是会予移民的后代更较歹成做正式的公民，福利嘛减少。原来是德国迄边，民众是反对右派政党暗中规划要赶走移民，讲这款做法袂输是纳粹。群众伫埃菲尔铁塔头前举标语，话移民是法国一部分。法国之一全国性示威，包含首都巴黎、西部南特丁堡外都市，差不多15万人上街路，呼吁宪法委员会自审查时阵，固执批准新移民法，因为新法会对移民采取更较强硬措施，限制移民配额，然后因的福利补贴，移民的囡仔要成做法国公民，拢较困难。马克宏政府去年底通过新版的移民法，强调红菜头甲滚仔平行，互建筑餐饮等欠人行业的移民，更较简单得到居留许可。不过外界批评赶走非法移民也更较简单，这是向反移民的右翼妥协之下的结果。Ça montre qu'on a un gouvernement qui part plus vers la droite finalement. Qui va vraiment à l'encontre des valeurs du pays. À côté de la maison, c'est pas beau. Et la patron, c'est pas donné la manger. C'est la pain pourrie. La pain, il a pourri. Il a donné la pain, il a pourri. C'est pas beau. Tous les jours, il va donner, même pas une fois. 法国的福利制度完善，甚至提供外国居民租金用理这补助。不过，纪录派人士这几年一直在反对，因为只有法国人应享受福利。作协人士是认为，移民也对法国做出同款的贡献，不应该剥夺应该有的权利。同一天，德国有真侪人行起街路，抗议继续向政党拍算赶走移民的计划。Danke Berlin, danke, dass ihr hier seid, danke, dass ihr queer seid. 几个大街起是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进前互媒体报道，甲奥地利极端分子密会计划大规模赶走移民，连已经摕到居留证，不过有外国血统移民拢伫赶走范围，叫做纳粹再现。虽然 AFD 讲苏人自会无代表政党立场，不过公众怒火已经被点到。过去一礼拜，德国有大细抗议，之一伫首都柏林慕尼黑科隆，有100个都市，阁有超过8万人上街路。
其中慕尼黑示威人数有20万人。主办单位因为人伤过多，烦恼发生意外，提前结束活动。 Habe hier gelernt, habe hier studiert, habe in anderen Ländern studiert, habe und nicht abschieben. Was heißt denn abschieben? Wir haben selber mal die Flucht ergriffen vor den Nazis. Und ich will diese Suppe, die da gärt, und das ist von de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gefordert worden oder gefördert worden, Entschuldigung, das will ich alles nicht. Ich will eine soziale Gerechtigkeit. Ich habe Angst, dass meine Kinder nicht in einem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 aufwachsen. Deswegen sind heute wahrscheinlich auch die meisten hier, die in meinem Alter hier sind. 愤怒的群众不止反对 AFD 的计划，佫认为政府要禁止这种行极端偏好的政党。德国东部3大地区9月要举行议会选举，目前 AFD 在当地民调清悬，全国支持度排名第2，有73%。抗人数烦恼，若 AFD 继续状态，德国恐惊走向新纳粹不归路。公司新闻7月2分析。 一出咧讲英国王室的戏剧《王冠》，去年12月搬煞，这盘戏咧用加时头月底就要拍卖。这戏出当中，戴安娜王妃穿的洋装，佮王室成员坐仿的黄金马车，拢做甲真有路。世界界真水的礼服排几排，边还佫有真野目的黄金马车。Netflix 热门影集《王冠》最后一季结束，剧中的道具要进行拍卖。这场展览就是道具拍卖进前最后一摆展示出来。 This isn't just any auction, this is a really special auction, and it's been over a year in the making, and we're selling the props, the costumes, the decorative arts from all 6 seasons of The Crown. 简单连身裙配合布纱甲雕仔做的头饰，比俄罗斯香水公主的玛格丽特公主剧中角色就是穿这套婚纱行入礼堂。还有乌色的加胸坎到肩胛头的洋装，是向戴安娜王妃1994年穿的复仇之裙致敬。 剧组佫用戴安娜王妃的健身穿插做基础，佫重新设计应付哈佛大学志向运动风的衫。 Wardrobe department got in touch with Harvard and they recreated one with a scoop neck just for Netflix, which is really nice. It's a really it's an original piece but made more recently rather than the 90s. 除了王室成员角色相关的道具，甲已经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真深的军情关系。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戏内底伫个帽仔解发镜也是拍卖品之一。首相官家大门也一定爱看。 There's Versailles number 10. There's a reproduction of St Edward's chair, the coronation chair, which of course, we know from watching King Charles being coronated. 英国王室成员的穿插甲使用物件，常常吸引全球民众受欢迎，也让影集王冠用的道具受到注目。拍卖公司负责人笑讲，甲珍贵的仿制黄金马车比，要在道具箱内底的上面，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就真方便咯。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